好，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六，这是台湾时间啊。好，是咱第211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又搁是逐个月头一届的聚会，是咱台湾文学欣赏会。这届的主题是要讲，是主讲的我代表，不过其实。阮是一阵我妈妈的台湾个公务员刺激我讨论过要来讲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2016到2018的时阵，毋是咧做语言运动，不过是用台湾话做台湾运动的少年人行过的路是咱台湾建国前一日的这个系列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润呢我留出来这个画面，互大家看。迄阵写迄个小改，就是安怎今仔日想要讲这个主题到底是要讲啥？甲大家讲。好其实今仔日想要讲这个主题是迄个咱前一阵嘛，阮的乌妈妈因为当年休热拢会办一个合作台湾国的亲子会，是过年迄个活动是迄个。咱若想讲1945年，若是咱台湾人有想到讲日本放弃咱的时阵，放弃台湾的时阵，咱台湾会当干直接建国，直接做台湾的台湾人，安尼咱即马的台湾，咱家己会生做啥款对所以阮迄边阮遐的工作人员，阮拢合作台湾国的公务员阮公务员逐礼拜。毋是干那丢比当年的休热的活动的时阵，阮是逐礼拜平常时都有线顶的各款训练、读册会啦，甚至是语言的，像即阵大家拢有一档要一档日语的读册会啦，也是讲有对像读册会即阵个咧读歌册讨论某样的主题的迄款训练前一阵阮有一个公务员乔英。即摆伊嘛伫线顶，迄个阿英对，伊就准备迄个一系列诶相片，伊就晓伊2016年到18年诶时阵，伊手机内底相片簿诶相片来甲所有诶人分享迄天诶公务员训练就是要讲这啥我无代无志要晓迄阵仔诶相片，其实是。因为阮有诚侪公务员，因毋是讲2016就熟悉嘛，阮一定是一路安尼行到即马，慢慢有一寡人一直扣一摆，有一寡毋过大家可能听过较侪是乌妈妈深头安怎开始的？听过迄个双伊安怎开始迄条线？对，双是安尼开始的，对。毋过阮其实迄边，但迄是家庭的部分，到即马我妈妈是安尼开始。毋过其实阮阁有另外一条线虽然这两个人互相拢有互相熟悉，毋过有另外一条线是对2016，你看2014了后伫街头咧走总2016组成的一个组织，或者飞腾漫幻倒数下来起构的迄阵人当初是伫街头做轰动做冲组嘛。做就侪会互警察抓的代志到后壁来做乌妈妈这段可能有一寡公务员后壁咧熟悉的朋友无参与着拄好交用迄个阵讲即个主题嘛替一寡公务员补充头前阮的期待是阮毋是单纯要干过要去讲一寡当初是我做兵的时阵安怎即款意义，其实是因为阮即摆咧做的代志诚侪拢有过去阮经历过一寡代志去形成讲阮即摆是安怎做即款选择的基础，所以乔英伊咧讲的时阵，我嘛感觉足珍贵的，因为平常时即阵人内底可能就几个人，比如讲我可能是其中一个，就较定安尼一直咧讲话，毋过有一寡，毋过每一个人伊的角度拢足要紧的。所以乔英迄天主讲的时阵，嘛有足侪的对伊的伊的手机内底相片足珍贵的角度去呈现的一寡相片我感觉这最要紧是，若是讲咱有较近的，咱拢最要紧日版，咱拢最要紧白色恐怖
台湾人诶代志。毋过若是讲咱含咱家己对阮家己亲身用身躯去参与的即几冬经过拍拼过做过的台湾运动，咱都无法度用家己的话家己的立场去讲出来，讲互清楚，讲互人知，还是讲互人了解的时阵，咱要安怎去甲咱所要紧的，咱心内所听的日子白些恐怖遮的代志，讲互佫较侪的，咱即摆认为应该知，毋过煞毋知的台湾人了解，对。而且佫强调讲爱对无共的角度，像我即款平常时较有咧讲的，也是讲平常时较侪物件是我写的人爱讲，毋过除了我即款人以外，每一个人拢需要讲，尽量去学习，无一定拢爱用家己的方式去讲。即个咧就亲像陈南榕伊足够写的，所以伊伫1989年离开进前，伊有留下侪文字的记录。毋过，亲像蒋介华即款人，嘛是咱所有台湾人、台湾运动的地基。咱嘛是爱需要因的角度去讲的，毋是干那有头人伫台下顶的人。所以就想讲拄好互交英提醒着，互迄天伊咧讲的时阵，真侪公务员讨论甲问问题嘛，大家就讨论去刺激着拄好会当翻头来讲今仔日即篇。今仔日即篇，阮就想讲，毋过今仔日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是台湾文学欣赏会，到底甲这啥物地带？其实阮就想着，其实阮对2016年阮成立的时阵，我先甲今仔日的主题小概读过一摆。2014年318运动了后，下落来人组成的社团88款，其中有一群人2016年组成 Fatan 漫幻倒数社 ，From Ethnos to Nation。阮要徛伫台湾再来族群的立场来建国，后来遮个人继续行来到乌妈妈，做乌妈妈的工。头一摆见面的时，阮互相就讲台湾话。2016年的台湾台北，阮是一阵10外岁，对，迄个阵像阿英应该未23嘛，对，到20外岁的人。伫迄个时阵，2016年的台北，即款少年人。阮头一摆见面就互相讲台湾话，这毋是一件事上的代志。后来阮互人看做冲突，无人会记得阮是甲台湾教授协会合作办台湾倒数系列讲座来起家。大家看阮世代文，互乌衫人掠，看阮日白去自我破产，看阮抗议外问题，去互人讲长手骨。敢有人看着？阮无确定，因为后来阮含新闻稿嘛，干那用台文写。听讲2025台文较侪人看有啊，恁敢有要斗阵来看？对，这所以咱今仔日是要甲，但无像迄天阿英是用做的相片来介绍。今仔日我主要嘛讲一寡可能画面互大家看，毋过主要可能有经近3篇。当初是阮用台文，也是对袂晓，迄个阵真正是对袂晓写台文，到后壁拢写台文，有几篇物件经出来，互大家无定着会当做回来读，安尼好。嘛是看，无论是看阮台湾话，还是台文进步的过程，还是讲看阮哪会一步一步行来到遮的即个过程，是安怎落尾我的时间干那测伫2016到2018即个过程，若是上落尾就搁有时间通讲嘛，当了讲一个2018了后，阮会创啥安尼好，安尼咱就先对中医经报先互大家知影讲好，这其实是 Fatan 的头一个文宣，的文宣的意思是，阮写了印出来，伫路人咧发的文宣。阮迄个阵是，阮 Fatan 是2016年，我感觉先切转去好，先切转去个画面，莫互大家中意看上久。阮 Fatan 其实是2014年的时阵，迄阵318发生了后，其实网络社群就足兴的嘛。当然有一寡人是2014年进前，迄个阵马英九有统治的黑暗时代。其实咱台湾的社会，电脑因为反正咱无人会当去做官嘛。电脑是足侪社团上有动力
诶时期，毋过嘛是因为咱即种被当了后，慢叫中国拢个转来，啊，其实嘛是咱较累积诶时期啊。毋过咱有足侪优质，其实是对2014年迄个318才开始精神啊，要做开始想讲，到底啥物是台湾人？因为迄个阵是咧反服务贸易嘛，啊，服务贸易就是甲即马共款，又搁要互中国人过来诶，即个说明，嘛，因为安尼，江水社群，无论是社会人士的社群，还是学生社团的社群，伫迄个阵2014年318了后，拢就兴诶，网络的讨论嘛就兴诶。迄个阵的风气是，大家伫面册互相听朋友，就算你即个人无熟悉，你留我扫一个，看到伊诶，大概看开始感觉诶，我就会听。啊，像即马大家就渐渐看毋是安尼嘛，就可能你留我知影即个人是啥物人，还是伊是啥物人诶朋友才会听，对啊。我家己拄好是2014年迄个阵上大诶，毋过嘛是先点过几个社团了后，2016年，2016年即个社团是即马大家袂面上看到即个看起来面足歹诶即个人，伊伫网络甲阮招诶，迄个阵伊甲阮招诶原因真简单，因为迄个阵阮20社团诶基本组成是原底拢干那伫网络出一支喙诶人。大部分，从初期的成员我会记有10个，对可能敢若有1、2个，也是加加到3个，就是真正头前就有做过所谓的组织工作的人，其他人拢是伫网络出一支喙。我即摆毋是咧讲敢若骗想的意思，我讲出一支喙，我感觉这嘛真重要。是伫网络顶头若是讲感觉啥物人咧做的代志，其实嘛无真正是。歹毒因就会讲你安尼伤滑去批评甲批判是咧思考安尼。毋过因所以王诶迄个长毛诶，对，伊就是阮迄个阵诶调集人，通车是伊就是伫网络世界甲人批评嘛，讲你安尼其实无真正要歹毒比例讲，我袂记得迄个阵我迄阵玩足侪物件，毋过若是敢若用一个，比如讲，台湾人敢一定爱讲台湾话，对阮来讲，台湾人一定爱讲台湾话，若无你要见啥物台湾国，对伫即个是迄个阵，阮哥拢要无啥会晓台文，因会伫网络去甲人讨论，对，讲好听是讨论讲歹听就是相争，特别是迄个阵，大家嘛个少年，对毋过正到上尾，可能即款人就会互他一句讲无你搞你来，别人做的你拢无满意，拢伤滑，安尼你上毒，你搞你来，迄个阵长毛诶就互刺激嘛，就想讲好，即句别人讲诶其实嘛有理嘛，咱袂当去望别人完成咱诶愿望，所以就想讲好，安尼我来招看，敢有人要做回来变啥物对，迄个阵是2016年底，我会记是2016年10月。伊就先上几个伫面册顶头较有咧交流的口座，就送邀请开一个群组，就 Messenger 群组，就招讲安尼，大家当时几点伫倒位，咱来做见面，好无？来讨论看咱要务啥，无咱拢互大家讲，拢互人讲你搞你来，对。所以头一届聚会的时阵是2016年10月底，阮伫一间烟河诶，乌冬菜店内底聚会，迄个时阵我头前可能就有参与一寡别个组织，因招我去诶原因是感觉因家己嘛有意识到，因其实无组织经验毋过我伫网络顶头交流诶文字诶言论，甲因是较共心共头壳，毋过又有组织经验，所以我互招去迄个角色较相似安尼对。对我来讲，这点人非常的珍贵是，我真正参与，虽然我伫台北已经有参与其他的组织，毋过我伫遐的组织内底无讲台湾话，拢无。对，我可能伫台北的时阵，我嘛是共款家己去买菜的时阵才讲台湾话，伫学校嘛无讲。毋过这点人是我头一届甲因见面，伫迄间永和的乌多摆店内底，阮头一届见面，10外个人。就拢讲台湾，就互相拢讲台湾，可能无，可能迄个阵佫有透中意，毋过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阮就安尼开始，
对。啊，阮2016年10月的时阵，就迄阵嘛，我伊就咧讨论讲咱要叫什么名是啥，对。啊，11月的时阵，我会记迄个阵是拄同性婚姻，啥物迄阵应该是大法官解说，啥物会拄通过，也是讲当年的11月是迄落啦，台北因拢有迄个游行，对。啊，因为阮着嘛是拢本地着拢会去行，对。啊，迄个阵阮着想讲好，安尼阮嘛要做一个团单来去讲，其实若是讲台湾无独立，即个婚姻平权即个物件都无实在啦。因为倒一工互中国借去的时阵，中国哪有可能互你迄个共性别的人结婚？所以阮着其实用即个出发点，就想要去人个场，互别人知影讲，其实婚姻边缘就亲像讲，咱无希望干那异性恋互即个制度保障，咱嘛希望讲，对，希望异性恋、同性恋拢会当互制度保障，都亲像咱无希望咱的国家干那保障中华人，干那保障讲中国话的人，所以。阮迄个阵上安尼出发点来写即篇文章，啊，阮为迄个阵台文的部分，就干那有就上尾2句，会阁有一句客语，就大家共下来傾過，对无？啊，阁有上尾大家做伙来大家做伙来建国好无？一定是一个婚姻边緣的好国家啊，对。这是阮第一个写了啊去印出来啊去路人发的文宣。实地婚姻平權的場，安尼好啊，就互大家知影一下安尼爾。啊，過來，歹勢，我分享一下我冊一下畫面。好，啊，過來其實2016年底嘛，啊，阮就嘛是閣咧互相熟悉。啊，頭一張啊，其實迄陣就慢慢有認知是成立飛騰進前，我2016年的年中有拄好有互朋友推薦有去參加林東靜牧師的 URM， 所以其實迄個時陣嘛，漸漸啊對組織安怎做組織，是安怎做組織較有概念，都毋是干那有。我講的做組織是相對干那理論來講，啥物是對，啥物是毋對，來講我較有迄個概念嘛。開始咧發展迄個概念，對，所以就想講其實佇飛騰初期2016年底的階段。攏是開較多時間，因為大家攏是無共的背景，咧互相熟悉。是安怎大家是無共的背景，毋過咱是安怎做伙佇咧遮，啊咧互相摸互清楚。啊，一直到2017年年初，對台灣人來講上要緊的當然就是228要到啊。啊，228要到的時陣，其實阮這陣人一直攏佇對網絡時代，抑個大家互相敢若是盟友關係的時陣，阮有一個共同的當年有一個共同的足切點，其實就是共性音樂節。其實阮這陣人是足無愛共性音樂節，這個存在。對，阮知影，因為因當年228的陣就是會辦，啊，毋過對阮來講，佇現階段的台灣，直接跳過清算，啊，跳過甲真相無清楚這個代誌，直接去畫共性，對阮來講實在是一個無道理，嘛無應該。是假的和平的代志，對啊，所以迄年的228的時陣，其實真趣味是2月初的時陣，啊，迄個陣就甲迄陣會甲台灣教師協會合作，是因為阮共款迄個陣，因為我去參加 URM， 啊，迄陣 URM 的另外一個助教，應該咱講伊叫做丁勇，啊，丁勇伊佇迄陣佇台教會做專員，因為大家知影迄個大家嘛。各位先輩嘛，攏真了解。其實，一個協會，每一階段咧做啥物代志，除了甲迄個陣的可能換頭的人有關係，啊嘛真重要。下骹的人若是有較主動要做啥物代志的陣，迄個影響嘛真大。啊，丁勇迄個陣，伊本身是做青年組織，伊想要做青年組織，所以伊就主動找阮遮青年組織去合作。所以伊迄個陣，像台北師大迄陣嘛有一個合作暗暝合作社。社團，因嘛毋是學校的社團，因就是私人為着4月初7定用日，即個物件咧倡議的，啊，因就大教會這邊定用對倒找資源，啊，甲迄個信動兄遮因就倒找資源，互阮有通辦講座啊，辦活動啊，是做一寡代志，對。
迄个阵2月7个阵，中央向送一个信息来甲我讲，迄个论坛啊，迄个共生这边啊，因2月28阵有想要办一个游行，恁飞腾家敢会当找人来做伙行？对，我就想讲，中央啊，你知影我做册共生的呢？阮遮的朋友嘛做册共生的，你哪会要来找我做伙行？因为伊的讯息内卡继续写讲，因为共生遐，伊迄个阵我印象是安尼讲，对，讲因为因主要是音乐节嘛，大部分的人拢把重点放伫较咧舞台的代志啦。毋过伫游行即个所在，因的迄个敢若有因迄年的准做组长，或者顺人，王顺人，嘛是迄个暗暝迄个阵负责看的人，伊想要办迄个游行，是想要对行政院的日版出代志的所在，行政长换公司头前，行迄个咱台湾人出代志的路线，行过迄个日版新公园迄个放上头。去模拟讲咱台湾人迄个阵去行政院抗议，了后互屠杀、互杀，了后去世界抗议，去迄个公卫局去公卫迄个路线，了后迄个情形，伊想要去模拟，就亲像后壁咱看到迄个有迄个导演伫台南的唐德中公园去翕迄款物件，安尼迄个阵当然阮无迄款迄款规模制作会当安尼舞，毋过阮家己亲身用人去感受，咱去行一摆即款路线。迄阵顺人就是要规路，安尼去放送兼直播，去行一摆即款代志。伊感觉这才是日摆的重点。毋过共生大部分的人敢若想要舞音乐节，所以伊游行者敢若顺人一个人咧舞，所以拜托敢会当找伊来伊真正是铁帮侵略安尼。我想讲好啦，因为中间有迄个中央介绍嘛，有迄个信任，对，所以我就先去甲迄个伊讲的迄个顺人的迄个面册晓过一摆，检查伊敢是铁帮侵略。发现讲有影呢，伊迄个阵就开始写台文因为我嘛爱看过，我就人转去甲飞腾的人讲，若无伫飞腾拄组起来无偌久，我特别带大家去参加共生的游行，其实嘛是对大家交代袂过，对所以阮后壁讨论了，阮就去参加。迄个阵中央有一个 idea， 伊就是讲要安尼，就大家拄仔看到迄个旗其实迄是迄个出征旗，是日本，敢若是日本人，因嘛若是要出征的阵，规排旗且足大面的，足悬的，迄款旗夜悬，安尼规排规面安尼出去，就有迄个气势。但大家若有听过迄个闪灵的歌，东东南儿。大港起风影，东东南儿要出征，即个画面想要甲做出来。咱台湾人毋是干那去防台尔，咱台湾人要反抗。第228即天，迄阵是2010年嘛。即天，咱台湾人有有即个物件，要甲咱的真相讨转来，伊想要用即个画面甲即个行动去表达。迄个阵其实上无有招着大家画面上看到即几面旗啦，对，对，遮的可能学生会是学生社团等等的，迄个阵佫做会着，毋过即马可能就愈来愈困难安尼。好，当初是阮的大家讲飞腾，飞腾是迄个英语名，大家即马较好叫。毋过其实阮台湾名叫做万欢倒数社，阮安尼好成为万甲欢，其实就是无要互钱通知的人嘛。咱才会互叫做万甲欢，有影咱到即马犹原是无要互钱通知的人，所以阮是万欢倒数社。因为阮知影讲落尾迄个游行会行到共生的会场，迄年是伫总统府头前，所以阮就讲，阮就甲迄个 slogan 写中华寄生倒数沦陷，其实还写含落啦，但迄阵台湾话佫无啥好，民国不独，何来共生？对，对阮来讲，阮就是好，既然要去行即个游行会使，因为即个主办的人虽然是共生的，毋过是台湾人。毋过行到落尾会到共生的会场的时阵，安尼阮就规去伫共生的会场，阮嘛家己的旗继续踩咧，用家己的喇叭伫遐宣讲。对，当然共生你若是正式的要有迄个单位，你就是爱纳钱嘛，对。对，阮无可能做即款代志，所以对阮来讲，迄就是非常的头一场阮的行动，甲对阮。头一场甲台湾甲日有上直接关系的行动，所以阮迄天是行遮的游行。
啊，真正是行到上尾迄个共生的会场的时阵，真正是迄个阵，游行咧看的人是顺人嘛。我应该就2、2、8咧前2天，前一天可能才甲伊熟悉。毋过伊行到迄个会场的时阵，伊游行真正是真正感受着是伊一个人咧看，因为伊到现场的时阵，其实佮爱主持一寡人、一寡团体的迄个访谈。毋过伊临时有代志，互叫去的时阵，竟然无人会当替伊。无人会当替伊斗主持，伊就有干那，伊甲我干那熟悉是讲，伊有我去替伊斗主持，对，还我迄个阵就有感受着即个物件，对，迄个阵这是交影留落来的画面。好，再来是迄天阮的文宣，迄个阵共款是写中文，我讲的文宣是阮迄个阵写了印出来，文宣是写中文，迄个阵因为赶时间嘛，因为上映啊，嘛是拢写中文，佮迄个阵阮其实已经知影，无应该。一定要用台湾话讲，阮希望会当用台文写，毋过迄个阵的能力还阁对袂着，所以阮包括咧赶迄个电话爱上印宣嘛，电话，所以阮迄阵印出来文宣有原写中文，阮就敢若3大主张尔，就228事件，是中华体制对台岛人民的屠杀，就毋是啥物查私分嘛，毋是啥物族群冲突，对阮来讲，这是。一个体制，中华体制来屠杀台湾人，安尼，这是第一个主张。第二个主张是中华体制甲甲这个体制斗相共的人爱互清算，对。这个清算对阮来讲就是甲小算互清去尔。当然，在这个词，即马伫中医内底有较负面的意思。好，咱第一个代志无互清楚，基本上就是真相。有真相，安尼才有法度甲代志无相错，才会咱继续向前行。第3点是，咱一定爱建家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这3点到即马有完是共款。好，虽讲即个当初是送的即个文宣，阮因为能力还无够，所以为着要赶电话，阮有完写中文。毋过，其实阮因为阮时到爱伫现场第一天嘛，就大家看到迄个方面的即个。画面其实迄个阮就是夹后壁这是总统府，对，阮就是共生的两边拢有彩天都是因的单位，当嘛是国社团，嘛是有要伫即个议题228的时阵，有大家咧表达的代志，伫遐摆单。毋过阮就是摕家己的旗仔、家己的喇叭踩伫中央，伫遐讲。因为爱伫遐讲，所以阮无伫迄个阵的材料台湾话的能力，嘛无可能无完全。无想过，无准备过，直接去讲阮的主张。所以其实迄个时阵，每一个阮迄个阵飞腾10个人内底，可能我咧想，可能4、5个、5、6个有轮流伫遐换麦克讲，就是一直讲，一直讲。在我的部分，其实我迄个阵就真一暝，我真正是看我拄则写的迄个中文的稿，我伫咧想讲，哇，明仔载我要用台湾话讲出来的时阵，我要安怎讲啊？我会记我真一暝规暝无困。因为我就是咧想讲，我要安怎讲啊？我迄个阵的台湾话能力，你讲我要去甲讲，我要转厝甲厝邻的人开讲，我要去菜市仔买菜会使。毋过我要用台湾话讲即款，我讲袂好势，所以我规暝无困咧准备。我替我家己写一个，写一个迄个纸条啊，迄阵应该就透早可以7印出来。当然大家来看，这绝对毋是正版的台文。我就是咧，互我家己的，迄个，但大家佫看到边啊，我觉得迄我当初是当安尼标题，我就是安尼写，我就是想讲，安尼会当帮助我，迄个时阵会当伫现场，甲用台湾话，甲我要讲的，我要主张的讲出来，对，所以，迄个阵已经有了有用罗马字来帮助我，毋过对，嘛是有汉字，对。而且即个汉字是迄个迄阵是用中华民国教育部诶汉字，对，但即个是互我家己看诶，无对我，就是要帮助我伫现场有法度用台湾话甲拄则我讲诶遐诶主张写出来。好，毋过这当然无够，因为你讲头前要赶电话，所以要上印啊，还是讲要赶伫现场讲，所以迄个媒府甲抄做台文，毋过后来阮有甲转来了后，
阮就有甲伊抄做，在迄个时阵，阮能力做会到的台文啊，用伫阮迄个时阵的网站顶头。啊，阮迄个时阵的网站，就记录迄个我啦，对其他人因有讲无共的内容，啊，我的部分我都有甲抄做我迄个时阵能力会当做会到的台文，啊，去甲拄则遐主张写出来安尼。啊嘛是用台文写，所以这是2017年才写3月青音嘛，对，所以就是2028了，对，大概当理解伫迄个情绪内底，其实你嘛无法度困，但对阮来讲，这是最要紧的代志，啊，就规暝甲这个物件抄出来，了后啊去放伫网站顶头，啊，我想咱就相对，因为这算是阮头一摆用台语，用台文写遮的代志，对，所以咱邀请大家来先做伙对这篇2017年2028相关的文章，咱做伙来，咱先对迄个好无？我当体是飞腾的人，我甲奶甲阿英，咱三个做伙甲遮读了好无？拄好有3个主张，安尼咱敢是对，安尼我对奶去个，啊，过来阿英，过来我，安尼刚好。啥物物件啊？来读遮，来读遮。读倒位？我要为倒位读？位头今仔遐。日对，啊，若是恁，若是我写到就怪，就是怪我，因为迄阵是我写的。哦。这个方位无够好安尼。好。好。今日是228大肚3，满70年的日子。飞腾漫反倒数社徛伫解释独立建构主张的立场。除了为着歹势，我老岁仔人目睭较后歹势。真正看无啥有迄面，即个事件。我送图互你。好。我一个哦。因为对，因为我即摆也是我爱开迄落啊 ，Baton 的 blog。迄两字要安怎读？爱掉哦，我无爱掉。我确定啊，或者迄个阵台湾话伤烂。好。这是囥伫网站顶悬的嘛，无我开。对，来遮。小等者，迄个。安尼有较大无？哦，安尼，小等者。好。你网连小送者好啊啦。好，我来送来遮，等我一下哦。好，我送去迄个会议室啦。莫送去会议室，我要用电脑诶。安尼我送去迄个 Telegram。嘿。我送去公务员群组，我即摆用找无你。迄个，好。好，我看着啊。落来。小等我一下哈。好来。好，继续吼。好。除了为着即件事件悲伤以外，也主张以下3点，希望咱会当做伙一步一步行向咱家己的未来吼。第一条，228事件是中华体制对台岛人民的屠杀。若讲到228，中华民国的课本拢会甲咱讲2月27迄日吼，查基苏演遐好的代志。若无，就是用族群冲突，也是官逼民反等等的讲法来扭曲228大屠杀的本质。228事件就是屠杀。毋管你丙也是伊，则是无丙，中华民国就是要刣。伫70年前的2月28，台岛人民为着坚持即个代志，去到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即摆的行政院来和平请愿。啥物武器拢无在的一群人，煞是互宪兵开枪来扫射，这才是228大屠杀真正的起点，也是咱今仔日的游行选择
选择伫行政院起行的原因。中华民国透过228有计划甲本岛的知识分子、地方头人，拢总清扫了，来坚固伊家己伫台湾岛的统治。一直到今仔日，虽然总是有人爱讲228已经是过去的代志。但是228敢真正过去啊？我毋知影，我唯一确定的是，屠杀一直咧进行，从来都无停止过。差别只是7年前是用的是看会着火刀啊，枪支，互人死去，袂当阁喘气。现主使用的是看袂着火的媒体、教育甲政治，互咱失去咱的语言、文化甲历史。咱阁会使喘气，问题是咱敢真正阁活咧？好，多谢奶。过来第二部分，请阿英落来。第二个，中华民国体制甲伊的支持者必须受到彻底清算。为228大屠杀发生到即马70档过去了后，为1987年陈南梁内拢拍破当时的禁制，举办纪念游行嘛已经30档啊。迄阵因咧讨上手，伫2017年的现金，咱犹原无任何进展，找无真相，嘛找无凶手。上久啊，是应该真相的时阵啊！只要中华民国搁伫本地存在一天，所有的民主自由，拢是建立伫台岛人民互禁止讲出来，讲袂出来，只好忍吞落腹的火和目屎头顶，拢是假，拢是骗咱的。咱今仔日举着出征旗，就是要认清中华民国是咱台岛人民的敌人。咱必须彻底清算中国国民党瓦解中华民国，才有法度真正看到历史真相，看清凶手，看清原凶，真实的面对这个倒数顶头的恨甲伤痛，重新整理一切造成伤害制度，互大家共同来讨论，这是叫咩？这是好起来，我紧我关注。这是好起来开始，这毋是族群，私立族群是空喙，若也袂好起来，一定要经过清创的过程。多谢阿英，好，来我甲继续读了。第三，归属伫台湾岛，甲遮当作是家己的认同的人，定着起身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1987年解严进前，本地社会互禁止谈论228。伫解严以后，本地社会足细致、足好咧啊，去客观来熟悉228，足奇怪。就亲像228，毋是咱的代志，咱的历史。确实，因为目前为止，中华民国还阁寄生伫即个岛屿，伊当然毋准咱感受咱家己的痛，无就是凊彩打伫一个受害者的位。因为咱若知影痛，就会发现咱身躯顶的空喙，拢是中华民国亲手野刀啊，一刀一刀插出来的。中华民国是即个岛屿顶悬上大、上有害的寄生虫。伊毋是咱的国家，咱需要建立咱家己的国家。落尾，飞腾万番岛屿社想要讲，中华寄生岛屿含乐，民国不独，何来共生？敢若清算中华民国体制，建立咱家己的国家，才有真正的民主甲自由。
2028这款屠杀才袂阁发生，这个倒事也才有强生的可能。希望咱大家同齐来拍拼，多谢大家。对，这是迄个时阵，来转厝搁甲整理起来，因为感觉真重要嘛，是无法度安尼放家己煞。对其实我感觉这个行动除了讲，阮家己本身头一届，真正用台湾话去知影台文的要紧，所以家己写落来掠我，但上无落尾有写伫咱的网站，文宣是讲袂赴。毋过阮搁有伫现场，真正甲无共的人记者这对飞腾的人来讲，我讲的当初是飞腾大部分是伫网络出一支喙的人，到甲实际去现场，甲共款，咱拢讲咱是听小台湾的人，无共的团体，对，甚至是共生，对，阮家己迄个真真切共生去互动，对阮来讲，拢是一个真珍贵的迄个经验，因为做有做的困难，要安怎互了解？咱讲台湾话敢有人听有，拢按实际去做，去互动，网络会有较侪冤家啦，冤家较侪，毋过若是要甲人夹起来，嘛是论述就是互人冤家，行动甲事件有法度互人做伙做代志。我感觉迄对飞腾来讲是一个真珍贵诶迄个体验。好，过来是即个系列诶工作，即个系列诶工作其实嘛是甲迄个大家看到迄个台湾教学协会甲飞腾漫画倒数社合作好是2014年台湾倒数系列迄个阵系列的名号做共和派的台湾倒数工其实即个工作进前我甲熊仔都有熟悉当然迄个阵飞腾毋是飞腾，迄个阵欧妈妈敢若是一个 fan page 尔嘛，毋是一个协会还是啥因为2016年底嘛，就是飞腾成立的时阵，迄个阵熊仔为着囡仔因去日本住，对，就是去看讲好安尼，若无做台湾人遮尔辛苦，遮尔艰苦，若无咱去看做日本人啥款，所以2016年底熊仔两个囡仔去日本，以前伊迄阵伫台湾甲基进合作，对迄个有伫基进台北的东部办即系列诶工作我是2016年底阵去参加着一场了后发现讲这最重要的呢因为按个熊仔伊迄个阵就无伫台湾啦嘛即系列我咧想嘛是爱有人来办特别是我迄个阵因为加入飞腾了，我就会想讲，安尼咱飞腾这阵人到底是欠啥？除了讲组织甲做代志，甲人做伙做代志的经验了外，其实咱拢讲，咱要爱去台湾国，咱要对咱讲台湾话，也是国族群，迄个就是国族群因为迄个阵飞腾的成员内底，除了台湾人，厝里拢讲台湾话了外，阁有一个是德鲁古，对，所以，阮迄个阵是用族群，阮无直接讲台湾人，安尼是因为有别个族群的人伫阮的飞腾的成员内底。迄个阵大家听到台湾倒数，其实，大家知影历史其实就是对有文字的时代开始迄个历史嘛。若是台湾史甲台湾倒数的争差，就是咱甚至是个有较头前，大家较定听到迄个台湾史400年，迄通常是对有文字的时代。开始算可能是400年，毋过其实搁较进前，咱就有一寡咱的族群来去，遮个物件咱对根本了解，才有法度去建立讲，咱要对族群，在飞腾漫画倒数社，阮要对族群来讲建国即件代志。毋过阮敢有了解真相，对，即个阮的过去到底是安怎形成的，是安怎台湾行到即马安尼。迄个阵就请 Nick 来讲，Nick 真正是。对阮即系咧对阮帮助真大，伊迄个时阵伫正大读民族朴素班，对，应该是毕业啦，对。毋过第即阵伊较藏起来，对，有闲搁甲伊联络。迄个阵伊毋若是伫台湾倒数即方面，对，互阮甲阮补充足侪背景的知识，互阮去了解着咱台湾倒数族群安怎形成的即个社会较现代的国家。迄个意义族群的分类，即摆咱互分做啥物族，即个分类，伊其实嘛是一个政策的效果嘛，所以因互阮了解遮的物件，互阮足侪资料甲补充，所以这形成讲，飞腾除了
阮的主张当然建构以外，阮的基础是啥？我要安怎做代志？啊，阮的知识基础是啥？其实是伫即个过程来形成。对，嘛是真多谢大教会定用迄个阵，信动兄迄个阵，互阮遮的资源来办遮的代志，对，迄是对我的工作，所以阮就有安尼来办，对，对，毋是干台湾岛嘛，咱台湾岛其实甲东南亚、甲海峽、亚洲，即个是安怎形成？毋是拢完全干那对迄个钱啊，即个。土地过来的人嘛，对，所以阮就有遮的物件开始思考，咱到底是啥物人？好，这是要互大家看一下讲，对，过迄个阵拄则大家看到迄个宣传，犹原抑阁是写中文，对，好，毋过大家当看讲，虽然阮迄个阵的宣传遐的海报啊，主要制作是写中文，毋过其实因为阮的工作本身拢是用台湾话来教，对。这是阮动册时的资料的 folder。阮每一场阮拢有录音。转来了后，阮甚至要甲伊整理做话字稿。大概这是2017年，敢若是对4月对无？对4月办到，还是5月，或者办到7月的一个系列的活动，拢总6场。第6场是去北海岸打杂。所以头前5场拢是用台湾话咧讲一寡更硬斗的代志。对阮当初是，也是用即马来看，其实讲实在，犹原是真硬斗。社会学啊、民族学啊、族群分类政策，大家拄则已经看过迄个，等我一下，第2季，大家拄则已经看过，我无去，这。对，大家一定看过遐个标题嘛，就知影毋是啥物轻松的代志。毋过阮转来了，阮阁要家去做话字稿，希望讲无参加票人嘛，有可能做文字来去理解遮个物件。毋过讲书是讲台湾话嘛，这嘛是咱家己要求的，对。安尼咱当然就是按用台文来记录遮个代志，所以阮就拍拼想要去话字稿。先甲大家讲，落尾是去无了。毋过阮迄个阵对阮来讲，阮嘛是拄开始学台文，开始学白话字，阮真正是足打拼的，对。阮就每一场几分钟的人，啥物人落去学，所以这应该是咱Phaeton 内底每一个人台文大进步的第一眼，迄个成长的线上紧的迄眼。互大家看一下阮迄个阵去的话字稿，有互大家一寡参考资料，这是例。当然初稿是全落，对，安尼去。这当初是对阮来讲，台湾话的程度嘛，还无够好，而且是要听即款专业的内容。连风坑即字嘛要听半步，对，流风的风坑嘛要听半步。阮就安尼去，几分钟到几分钟。啥物人去，落尾啥物人编辑，甲即场的拢总分互3个人去的，爱甲伊斗做一篇。这是全落的。毋过咱知影讲，大家人毋是迄个白话字拢会晓读，所以佮甲伊转做汉落的。迄个阵慢慢已经有，咱要用咱家己，咱汉字嘛，用咱台湾再来的汉字的部分，对。佮有甲一寡因为口语的部分，一寡无需要的字开起来，对。都反正迄个阵是希望会当安尼处理，对。迄阵大家进步真紧。若无讲实在，大家平常时阮迄个阵Phaeton应该是逐礼拜拢会开会。有时若是要游行创啥，大家都定去伫迄个啥物人因兜，还是迄个迄阵若是开始甲迄个公道边遐合作嘛，伫北社的办公室遐，在做道具啊，创啥。毋过因为一定嘛是有群组嘛，面册互动，特别是阮就是对面册熟悉，所以大家其实台文无够好的时阵，迄个阵阮互相之间拢是起火星文，但迄个火星文毋是要起台语，阮就是直接起中语，要甲中语起甲足歹看的，就用因的注音嘛，用因的有诶无诶符号。因为迄个阵的概念是，恁拢黑白甲阮起台语，所以我嘛要黑白甲恁起中语。对，迄个阵阮拢是用中语的火星文来对话。毋过大家其实嘛知影这毋是，这袂久长。对，所以大家台文大进步了后，大家就慢慢转换做用
台文伫迄个平常时互相送信息甲对话。好，因为大家嘛是毋知影，阮其实是有经过迄个台湾多数系咧工作的过程。大家可能头一届飞腾有较大条的新闻，可能是对世台文，迄是2017年8月哦，对，迄阵郭文德办迄个世界大学哦，敢是运动会对迄场是咱有正迄个德和兄是做迄个乌多拜后壁迄块动图的房啊，世界分迄个一个带新竹的大兄，伊就有甲一区的票包落来，招大家，因为迄个阵中华民国灭亡，迄个台北市政府灭亡是办伫咱台湾，毋过因煞不准咱台湾人家己摕咱台湾的旗仔入去嘛，所以迄个阵德和兄伊就包一区，因为伊迄个规定又阁无写明，伊敢若有规定迄个旗仔的寸尺尔，所以德和兄伊就包一区，招大家做伙入去遐野旗仔，摕台湾队加油，就咱无爱做中华台北队安尼。迄个阵阮嘛有摕几张票，入去就是有旗仔，阮的旗仔拢有伫伊规定的迄个袂当超过偌长偌宽的迄个寸尺内底。这是天也未暗，代志也未发生的阵，大家都真欢喜，摕独立建构的旗仔，伫遐咧翕相。对其实落尾互抢去的，中央即个就是迄阵迄个事件。非常较互人知影，迄个开始互人知影，用冲走，对，大家开始讲看到冲走的开始，是对中央即个阿中，伊的旗仔互抢去的时阵起过的迄天。毋过伊互抢去的旗仔，毋是拄则独立建国即边，因为即边因根本看无。我会记迄个阵，我手头嘛是摕即边，有因的工作人员来问讲，恁的旗仔顶头写啥？我讲你看无那就问，对。落尾伊就走可能嘛是看我是查某还是啥，对的。毋过落尾咧抢的阵嘛是有抢，只是迄个阵我迄面无互伊抢去。毋过阿中互抢去的是，对阿中好，伊落尾互抢去了后，哥伊要甲讨转来，落尾因就直接乌衫的人直接甲规个讲去，这是迄个阵的新闻相片，对。迄个阵伊互掠去的阵，到底是啥物人甲掠？就遮乌衫的人是啥物人？阮拢毋知影，就等于讲，对咱就是有人互讲去安尼。好，落尾阮即个时阵是伫迄个有朋友迄个阵咧做立法院的助理，所以阮过当工，阮阿中互讲去了后，迄天阮有足侪人去包迄个上山分局，因为原底即好像都有足侪人去甲迄区有拆票，甲迄区坐后甜嘛，要掠旗仔。阮互抢去的旗仔是即边写台用。写台湾安尼，迄个阵德和兄伊是因为要符合伊的规定，所以伊是甲台湾就是台湾，毋是中华台北，即几个字，分开做几啊面旗互无共的人摕，所以理论上就是有符合因的规定，所以过因就是看到台湾就是要共抢，中迄个阵手头是摕即面台湾旗就互抢去安尼。好，阮抢去了后，掠去警察局，阮足无简单找着人，阮。有足侪人，因为本地足侪人就伫迄个会场内底嘛。会场内底的友志其实真正诚侪，可能50个对。知影咱有人无去了后壁的人出来，甲警察局站起来，讲紧甲阮的人放出来，到底是啥物人甲伊掠去？因为伊嘛讲无清楚，对。警察讲是宪兵讲毋是因，是穿乌衫的人，啥物人指示的拢讲袂清楚。落尾才甲阿中放出来，过当工开记者会，因为迄阵阮到迄个阵，佫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甲阮的人掠，对。阮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嘛是甲迄个新闻的相搭起来。迄个阵有诚侪像洪慧先生迄个阵基进党友志嘛有来甲阮，佫有后壁家有公道名家，咱的友志拢有来甲咱斗相挺。迄个时阵。后壁即两个互阮包起来嘛，是甲阮兜的骹顶拆起来，甲中华民国旗包起来。对，新闻迄咱就搭起来。slogan 迄个阵就已经是拢用台湾话安尼，因为阮讲话就嘛是拢讲台湾话啦，对。所以对，就互大家知影，对，迄个阵阮使用台文的状况是安尼。毋过煞来就是面对司法定书的阵，这是迄个阵，阮有足侪影片，毋过影片法官。无可能一个检察官无可能一个有时间读，因有甲咱过，毋过阮嘛爱甲因过嘛。
因凊彩厝咱的物件啊，甲咱的人限制自由，所以迄阵嘛有律师斗相共甲因告，何调中律师对所以阮影片本身阮爱家己去中医警报，阮爱家己写讲即个影片是发生什么代志。伊感觉有价值的，伊才会去看影片本身。这个法律定数的时阵，拢会安尼处理。所以其实阮迄个阵这个部分大部分拢在遮行政的代志，对，迄个阵就拢是我来处理，因为拄好，其实我嘛读法律系嘛，对，所以迄个阵是我来处理较侪。若是迄个阵我就是嘛是用中文咧写讲影片内底发生什么代志。敢若有亲像阿忠，伊若是讲台湾话，伊的讲话的所在，我就会去台文。安尼，所以迄个阵语言使用状况，就我咧起台文的使用状况是安尼，好，其实即摆想的啦，其实阮起台文的所在，我相信法官因拢看无，毋过迄个阵其实嘛还未经历过遮个代志，对，所以嘛无想的想讲，阿种讲台语，还是讲即个警察讲台语，我着起台语，安尼，好。毋过安尼会安怎影响到家己的权益？迄个阵犹阁无想到。好，这是世代文的代志，对落尾毋是啥物冤冤的结果，落尾因撤告，因为因毋敢甲咱告，落尾咱告因嘛告输，因为咱即边对因来讲，中华民国来讲，迄个主审证据就是无够安尼啦，对因来讲是安尼。好，过来即篇。这篇大概这篇就人过，咱即摆无要读。毋过这篇是大概看即个日期是2018年正月初1嘛。这其实我会记得是迄个阵，因为台湾基金会因逐年拢会做一本册，对。迄个阵咧订购还是啥，就有找阮，应该是找顺人，顺人搁找我爱倒写一篇文就对啊。迄个阵。我就用全白话字，我会记得，顺年迄个阵应该手头代志足侪。顺年迄个当初是阮伫共生熟悉的迄个负责论述的迄个办游行的迄个组长，组头，伊就想讲，还是我先写台文的，伊去开译做中文的，去互迄个台湾基金会收。对，所以即个日期我会记得，伊应该是查个的时间，对。我着写了，就是我迄年咧，迄个下年大概咧53日的时阵，我要搁咧写一篇，对，对台湾转型正义的愿望，对，这篇摕出来是，其实大概是因为即个日期，大家知影讲，阮去判察，去甲蒋介石观察，判察是2018年1月28的代志。所以这篇是写伫去破察以前，就咧思考遮个代志，特别是经过飞腾这个阵嘛成立一档话嘛，开始思考，迄个阵飞腾成立一档话，飞腾成立的阵已经是民进党执政啊，毋过就开始思考民进党迄个阵的政策，对啊，咧杀同性婚姻，毋过一寡较根本的问题，咱台湾应该爱去。定见咱的台湾的体制，咱是啥物人？即个根本的物件，若无做，才会进步的价值。毋是讲阮反对，毋过即个优先顺序若是无，大家咱看即摆2005年，咱台湾是一个啥物款的局面？迄个阵基本上是咧思考即个代志。对，现在讲文字足神奇的啦，就有留下即个记录，嘛是去翻后去整理的阵，发现讲有影，迄个时阵咱。有咧想遮的代志，对，因为时间，所以这篇就先无读，因为拢白话字大家读起来可能迄个阵嘛会较开时间小看。好，毋过基本上其实无侦查足侪，伫遐主张甲阮当初是写的228的迄个主张，基本的精神是共款的。好。过来这中医警报，这是2018年的正月初10，迄个阵是咧看2016年的时阵，登票的阵，我嘛是咧讲，是安怎对我来讲，登票的时阵，爱互有台湾主体意识，政党嘛是唯一的考虑，毋是进步价值，
是因为咱台湾即马无在嘛，中国国民党搁伫咧时阵，咱台湾人对我来讲是选举上诶投票行为，无啥物分类的本钱，对所以迄个阵2018年，迄年年底咱输甲痛苦嘛，咱已经知影。毋过迄年年初诶阵，就所以我迄阵是啥讲，迄个年初，落尾嘛是爱为家己是啥，为家己诶身份也是无身份，家己诶位置去行，认捌家己。徛伫遮去思考、去主张、去行动、去拼、去搏，应该是要写搏，去生、去活、去死。若无，拢是梦，敢若是一场梦尔，毋是我家己真实的人生。迄个阵是安尼想的，对。后来去破财，这都直接难过啊！就大家若是就这较定讲，毋过阮就伫迄个过程内底。这毋是，这就是破财迄个阵伫自我调整。阮的 slogan 去拄真仔维权，创建台湾共和。迄个阵毋是干那飞腾去啦，嘛有足侪像讲岛民的友志啊，等等的有做伙去安尼。迄个阵阮画的 slogan 是台湾话，所以迄个阵甲阮其实嘛是有影响到平常时定定咧来往做伙行动的一寡友志。我一直会记得，亲像阮迄个阮的长毛伊就是甲阮飞腾走起来迄个人，伊就是上歹斗阵的。我讲的上歹斗阵的个性较歹，迄意思。伊其实会足艰苦，阮飞腾内部嘛经历过足侪无共的对语言使用的讨论，像初期阮其实拄则咧讲迄个世代文阿中宏掠去迄件代志，有一件代志是后来，我即摆已经无法度去找着当初时的彩虹通知啊，因为迄个阵的面册。即摆大家看到飞腾的面册其实是电开的，因为阮伫2去破拆了互检举起来，所以就无去啊。阮是后壁电开的，所以头前的资料无去。毋过后壁，其实小阿有甲阮提醒，伊讲2017年迄阵世代文蒋宏掠去的时阵，其实阮伫外口，对警察局嘛，搁送地检署，阮伫地检署外口咧等蒋出来，要发媒体的彩虹通知。其实迄个阵台文程度足歹，毋过我迄个阵，小阿讲伊迄个阵看到我发的彩虹通知，搭伫面册顶头的物件，竟然是写台文，伊就感觉哪有人遮白痴，你要哪有人来？即摆是足紧张的情形，你搁写台文，你到底是要写互啥物人看？对，毋过其实我已经袂记得啦，这是小阿伊迄个阵讲，伊看着感觉足白痴嘛，感觉足毋甘的。对，哪有人伫即个时阵，你搁要写台文？对，你到底是要写互啥物人看？就想讲。其实就是要写互台湾人看，好。过来这是迄个阮破菜了后，头一届开庭是7月20的时阵去开庭。迄天是下晡开庭，阮会知啊，迄阵对嘛是足久以前啊嘛，大家拢个真少年，所以下晡要开庭，下晡去桃园开庭，毋过大家会知影毋甘愿。无可能，已经无去开庭这个选项，因为进前因就是阮破产了后，因发迄个警察局的通知书来，因为进前阮都有一寡抗议的经验嘛，若是阮进前的经验是通知书，其实警察局会免甲插，伊发到第3摆了后，伊会改发地检署的，地检署会接去就好啊，因为其实是到法庭顶头，伊看你的笔录嘛，干那会看地检署的，袂看警察局的，所以去警察局是讨这咱家己的性命甲时间，对，这是阮进前伫28破财进前的迄个经验，所以阮28的迄个通知书，阮就无去。迄个阵嘛是少年啊，毋知影讲，对即个代志甲进前案袂必尽。对阮来讲拢是共款的主张，毋过对咧有影，即个案是有影是报甲全台湾头版嘛，电视台政论节目嘛一直报，所以迄个阵阮无去。28迄个破财案，阮通知书无去的阵，阮过无几工3月初5，还是3月初对3月初5，阮28去破财是拜3，通知书叫阮拜5、拜6礼拜去。阮无去了后，阮后一个拜3，阮就拢互警察就伫阮楼骹伫电铃。有个人像阿英，伊是啥物？有阿英是迄天手机也无走，毋过转厝要摕手机啊，阵警察就出现甲掠去。
啊，有的人是翘倒摆要上课的时阵，警察出现就随甲掠去，安尼，就扣去。所以想讲好，所以7月20头一届要出庭，阮即摆已经知迄个无去的成本，嘛是会互掠，等到时间去歹按算。毋过阮就是一个少年人，感觉袂使啊，阮袂使，你叫阮去，阮就去哦。对，因为阮根本感觉中华民国无资格甲阮审判嘛。啊，所以阮会知影嘛是搁去舞一个行动，所以阮会知影变做去臭头仔庙破菜安尼。毋过因为即个嘛是共款，阮一群人。啊，阮即群人内底，因为毋是全部拢阿飞腾的嘛，所以嘛是有一寡春光老兵的朋友。啊，迄个阵声明是因写的，所以因写的阵原文是写中文安尼。毋过对飞腾嘛是就拍拼家己搁写做台湾话，迄阵是写当然是先写白话字，迄阵无时间搁家己译做，搁家己改做四角字。啊，甚至迄个阵嘛是搁请朋友家己译做英语，对。对，其实即摆翻头看就想讲，哇，阮写台文到底是要互啥物人看啊？阮了家己的时间，敢真正有人会看？只要甲中文牌做伙都袂看咧。啊，这嘛是，毋过伫迄个阵无想着，啊嘛是伫即个过程内底去想，才想着，只要有中文的阵，大家都袂看台文哦，因为嘛真简单。阮的破菜的当事人，阮每一届记者会的时阵，若是有记者采访，只要有人讲中国话、讲台湾话的人会讲的内容，就完全袂出现伫新闻顶头。啊，我毋是要怪遐个讲中语的幼稚，毋过即个现象，咱敢无应该甲伊讲好明？有影就是有即个现象，只要你讲中国话的时阵，台湾话的人。对啦，共款有互你讲啦，毋过上尾就是袂出现伫新闻顶头。即个现象，咱敢要叫做毋知，咱敢要叫做无即件代志。咱爱先认清楚，咱才有法度看，咱袂啊，安尼好啊。所以其实文字嘛是共款，只要有中文的时阵，无人会去读台文。啊，这嘛是飞腾咱后壁，阮家己飞腾内部，阮都有一个共识，讲好以后只要是飞腾出去的物件。迄个阵甚至嘛无讲卖写中文，阮嘛是足惊无人看，阮嘛是有想要互人知的物件。毋过就讲，毋过上无，咱一定爱先写台文。若要有中文的版本，才对台文译过。毋过其实有即个规定了后，阮敢若就无对飞腾的迄个 page 写过中文啊，安尼啊。其实这毋若是干那迄个组织的代志嘛，因为组织。今仔日讲文学，毋过是安怎要对遮个名言起鼓？是因为文学，阮一直拢相信，文学若是一个有艺术性的物件，是一个精华的物件，一定爱对生活，平常时生活足侪足基础的物件去累积了后，去甲伊下迄个精华出来，伊才会变做文学。安尼你平常时啊无的物件，你要安怎互伊变做精华，变做文学？这嘛是今仔日感觉，过去阮写的物件，毋是啥物种有文学性的物件，毋过都是阮的生活。对阮来讲，这是，而且阮当时是啥那边安尼写，其实就是阮想要做台湾人啊，阮想要用台湾话，毋是干那讲尔。阮连文字，因为你只要写中文，别人伫网络顶头读到的阵，头壳内底出现的就是中国话啊。阮咧做的遮个代志会记录，想要若是讲即摆真正有较侪人咧读台文啊，安尼咱规气个翻头来看一摆，当时是阮做的选择。好我讲毋是干那组织，是包括阮内部，迄个阵就算阮有即个规定了后，有一寡个人的名册，因为迄个阵阮总是拢是网络互相熟悉出身的，大家拢伫网络写足侪评论啊、交流啊，迄个阵有一寡个人，阮的家己的成员。伫个人的名册嘛是拢会用中文去写一寡社会评论。当然用中文去写的阵，我完全会当体会啊，会有足侪人二赞，会有足侪人转发。其实阮的中文程度拢是真好的人，伤过好啊。要放弃即个物件，真正足恶的。要放弃款影响力，有足侪人甲你二赞，足侪人甲你转发的迄个物件，真正毋是啥物简单的代志。毋过，咱就想讲，安尼到底是敢有较早，到落尾敢有较早？对，嘛会互相去讨论，因为比如讲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讲，伊的个人名册拢个写中文，足袂爽的。
咱敢要来规定？我就问讲，这哪种规定诶，敢有意思？你敢要直接甲伊讲，你看到伊个人诶面册，佮一直写中文，你其实心内真艰苦，啊，你咧艰苦啥？咱直接有讲诶，对啊。对，其实内部拢有足侪即款诶思考甲争论，啊，甚至我拄仔讲，拄则要讲王庭伟歹斗阵呢，我就无讲，我想要讲这袂输，干那要骂伊，是阮甲其他诶组织合作，啊，有一阵仔伊就大家咧做道具啊、开会诶阵，伊拢无出现，啊，我嘛无特别讲啥，毋过迄个阵大家组织，公道边诶朋友就问讲，即阵仔拢无看到王诶呢，啥哪伊拢无来啊？我就讲毋知呢，可能是做工会上无用啊，还是啥？对，我无讲加讲啥。啊，迄个阵，因为阮有讲到边，阮有一对 couple 朋友，因熟识的阵，因是西伊捌熟识的，因两边厝人拢是讲台湾话，毋过因互相之间熟识的时阵是讲中语嘛，所以因互相之间就拢讲中语为主，是一直到甲非常熟识的，因之间才慢慢咧切，慢慢咧切。啊，迄个阵也袂完全切，所以变做是因两个虽然拢教阮讲台湾话，甲非常的人拢讲台湾话，毋过因月头互相咧讲话的阵，因互相讲中国话。啊，迄个阵甲我问讲，啥咱王庭伟拢无来，长毛拢无来，迄个人就是其中一个迄个查某囡仔。啊，迄个查某囡仔就讲，啊，毋知哦，工课无用，哈，敢安呢？也是讲伊是看我甲另外一个伊的情伴，即摆是牵手，对，拢讲中语，伊感觉足艰苦袂爽，才无来啊。就大家拢足互相了解，知影啥物点会插着啥物人，对，我讲哦，嘛毋是无可能。对，嘛毋是无可能，对啊，嘛毋是要解决啥，毋过我感觉有一阵遮尔互相信任，因为经过阮足侪行动、足侪合作，做伙足侪事件咧经过，所以阮有法度讨论这，啊嘛毋是要逼因安怎，毋过事实是这互相人甲人诶影响，你知影你咧要紧啥，我知影我咧要紧啥，啊我知影我诶限制是啥，伊诶限制是啥诶时阵。互相之间去看物件，才有法度慢慢啊累积甲改变，啊这是干那网络做袂到诶。所以这嘛是啥呢？包括飞腾，包括讲后来即卖欧妈嘛，其实网络顶头无看到我相对其他的组织，阮的活动网络顶头其实真少。阮嘛是以实体的活动为主，网络对阮来讲是一个辅助实体的工具，是因为网络真的是无法度甲大家夹做伙，会产生较侪误会，迄个使用的成本，阮感觉爱足带意识的去注意。这嘛是对我来讲，后壁迄两个拄则讲迄两个情伴朋友，后壁因后来因就结婚生囝安尼，啊因会甲因的囝讲台湾话，其实嘛是一定是有头前即个互相熟悉、互相迄个信任、累积做伙做代志的迄款过程，所以嘛是做珍惜遮的过程，好。这是2018年9月12日，嘛是有中医警报哦。这个时阵，青年独派这个词其实是，敢若就是对阮破产了后，阮有一阵嘛会，阮迄阵人嘛，毋是敢非常，阁有其他的组织，阮会确定用青年独派这4个字去做一寡行动，还是做一寡代志，对迄个阵就发这个事是安怎，袂记得啦，对。对，又搁是咧讲，是侯友宜要出来选啦，侯友宜要出来选迄个新北市长，但是年底要选举啊的时阵，对，阮用青年独派这个词来讲，对迄个阵，因为毋是干那飞腾嘛，所以嘛无法度看所有代志，所以共款有中意，但因有人写中意，毋过阮共款，但因大家甲阮合作，因就知影讲，阮有中意版本上迄个台文，迄个。对，嘛是爱写的环境咯，对，所以会安尼。毋过其实即摆回头看，到底敢有人读？甚至我非常家己的人嘛，无一定有读，对，所以是安尼。好，就互大家知影即个过程。好这是2018年年底。好这过来是2019年，这是头一届的第一审的判决。对，所以嘛是有中文甲台文，过来这是二审结辩的声明，毋知是安怎，这我遮啦，我无确定敢有中文的版本，毋过反正我遮就敢若有迄个台文汉语的版本，安尼，对，这是2020年，对，我看一下时间。
好，我感觉毋免读。好，迄落这就是阮自心隔壁的生命，所以阮差不多一直到2021年，规个官司才行煞。啊，官司行煞了嘛，毋是当咧煞嘛，后壁逐个有互判刑，所以嘛是爱开时间，拢去做一寡对互中华民国一个交代诶代志。好，过来，这是这是2020年嘞。毋过着今仔日我其实敢若要讲到2018年尔。2018年的时阵，阮这是2018年的11月16，迄年的选举是2018年的11月24，对。迄个时阵，所以这是选举的前一礼拜。迄个时阵，阮有办一个叫做新国家运动，因为迄年2018年是内拢伊一世人三大运动嘛，绿色行动冲破戒严，平反228，这是第2个。过来第3个新国家运动是内拢定用也未完成的运动。迄年是伊即个运动40年。对阮来讲，咱台湾人咧，咱要去新国家的台湾人，哪会使无任何的人有任何的叮当，所以阮迄个阵就决定要办新国家运动，而且阮迄年。这毋是干那飞腾班，这嘛是像拄则讲的头前我讲的合作的对象，包括讲平常时，因为后来我就有固定伫URM 斗3工，对当年的休热休寒，拢爱去斗3工的嘛，诚做导部，就遐讲是导部嘛，助教安尼，所以就会接触诚侪学生团体组织，佮有一寡社会团体，像飞腾就算是社会团体，虽然有人做学生，毋过主要。毋是以校园做主要的战场，安尼，所以迄个阵，阮就其实2018年年初，2016年到拄好飞腾成立的过程，拢是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时间。毋过，阮真正感受到，无说明其实愈来愈歹。所以2018年的时阵，特别是连迄个现在过去，你讲80年代、90年代，甲党外时代，甲做伙行的，比如环保啊、性别啊，劳工啊，即款的运动，伫迄个时阵全部拢是咧贴民进党，对。这对台湾来讲，台湾看毋是一件好的代志，所以阮就迄个时阵，阮就用6大主题劳工、劳动主权、性别，等等的去办一个打到伫打到的新国家运动，是游行落尾一个暗会。毋过先甲大家讲，这场是非常凄惨的一个暗会，落尾摒弃的原因嘛，是因为语言，毋过今仔日应该袂直接讲伤幼，对，简单讲是因为相信的物件无共，佮一个想要硬团结伤侪人，迄个阵，主要去找钱，也是负责规个定数的人嘛是，飞腾甲公道明伫遮个较定伫街头合作的团体。毋过落尾阮就有经过讨论甲学生社团，迄阵我40个对，20个学生社团，20个社会团体，大概是安尼。参与的程度当然无共，去看一个游行甲暗会，毋过迄阵就有一个共同的，在迄个阵有一个决议，讲对咱的喇叭、麦克出去的声，莫有争议，对，莫有争议。其他的你用台湾话合法，你要地永远阁有找无共的，像高雄就找地球公民也是高雄在地冬季游行的主办团体，来去做在地的连接甲讨论，做 SOT 的开放讨论的迄款空间，会当去甲实体真正人甲人面对面互动，去交流遮的对无共社会的意见。对阮来讲，这对，就希望会当促成社会连接甲团结。落尾阮去一个宣言，毋过落尾是迄天阮家己找的主持人，阮找伊是因为伊台湾话、客话、日语、英语其实拢会通。阮嘛有请，若是有人要讲话，毋过毋是要讲台湾话，你是可能是要讲合法的，会当先甲阮讲，安尼阮会当安排翻译人选甲人。当然头前爱开价的成本，毋过嘛是我迄阵是负责公关组，去甲无共的合作团体接记者，去处理每一个团体，对即阵语言
代志的理解对，大家拢配合，毋过落尾是阮家己找来的主持人，伊调工，伊认为即个政策，即个喇叭莫讲中语，莫出现中语的政策是咧歧视中语，所以伊调工伫伊某一段表演结束了，伊起来主持的时阵，伊直接讲中国话，安尼，迄个现场就变做非常凄惨甲歹看，嘛真侪朋友有运动伤害，对其实今仔日想要讲即场嘛，是因为今仔日讲即场，其实阿英有讲，伊咧整理遐个相片，伫阮乌妈妈公务员内部分诶，阵咧整理遐个相片诶阵，真侪其实是真无想要翻头看，因为看了会真艰苦诶代志毋过对我来讲嘛是，若是会使，希望嘛是会当翻头看，若是一个人看会艰苦会孤单，就上好咱伫一个咱家己感觉安全、安心诶环境，你身躯边有你信任诶人诶环境，做伙翻头看。是安怎安尼讲？其实嘛是，顶个月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世界台湾台湾文学欣赏会诶时阵，嘛是讲着咱台湾迄个一寡传说嘛，有讲嘛有讲着迄个要办囡仔讲光复沉睡大正囡仔讲用迄个心理学诶角度来去看台湾人诶心理诶遮个部分。其实即马我搁咧调整，因为迄个时间主要较长，所以阮其实有内部有试办过。阮试办诶时阵，迄个我咧准备诶过程，其实嘛意识着讲，其实咱人有啥行到一个坎站，无一定是年岁，也是应该讲无共诶阶段诶时阵，有啥会发现讲，咱相信诶代志行袂通。安尼要安怎？比如讲，我相信咱台湾人应该大家拢听有应该大家无可能会去转互中国的政党啊，大爸要一定会成功啊。毋过事实是无，事实安尼要安怎？就咱要安怎面对这？我过去相信，也是讲是我爱互倒台，我相信的是毋对的，也是我应该安怎调整？我要安怎理解即马现实的时阵？其实咱本身的价值会叮当，咱有足侪人会放弃。对，毋过有时其实无一定是迄个价值本身毋对，是咱需要测一个方向，是安怎我掠即个价值，是安怎别人毋是掠即个价值，咱需要翻头去理解即个代志。定定咱逐个若是拢有听过心内的囡仔即个概念，其实定定咱拄着即款情形，迄就是咱的人格 mask 是比如讲你骂一顶头，印讲你是猫咪医生、猫咪法官、猫咪董事长、猫咪总经理。迄是咱的社会上，别人是安尼捌你的。即个若是讲你无即个态度的阵，你到底是啥？即个物件，咱若是有法度去找着，还是讲即个态度已经无效啊？比如讲，我原底是猫咪学校的校长，我即马退休啊，雄我行伫路林，无人甲我尊重啊。的时阵，即个阵咱会开始摇伊家己的价值。安尼，咱定伫咱人格的面具放弃的时阵，咱需要翻头去找过去。咱是囡仔的时阵，还是少年的时阵，迄款资源，所以咱需要去翻头，甲过去迄阵，咱流的目屎，咱的空喙，甲看互清楚，甲家己讲，对，咱迄个阵可能无法度做得到，毋过咱即马已经是大人啊，咱会当安怎看？所以嘛是借这个机会来翻头看，因为嘛是注意到，这有法度去解说讲，是安怎平平。我有足侪优质，到即马有完做伙咧做我妈妈的工，对。毋过有一寡人，其实到即马嘛是无法度去回想迄个时阵的代志，还是讲想到的阵就是吐一个大气，还是错几句，无法度翻头看。毋过安尼要安怎刚好，还是讲咱有法度甲过去咱度过咱的空喙拢变做是即马的力量。就希望借这个过程无论是迄天阿英伫我妈妈公务员内部，带来看相片，还是阮内部的心理学讲座，还是今仔日即场落尾，希望大家做伙来读即个。虽讲即个新国家运动伫2018年有完失败，毋过即个宣言，我认为有完是真有伊的意义甲展望伫现。对邀请大家咱今仔日讲到落尾，咱做伙来读一篇共款又阁是一直到上尾拢一直咧收几年无困一篇，大家做伙写出来的宣言。
好，这是伫2018年大概选举选到脱裤以前，输到脱裤以前，前一礼拜发表的蛋糕宣言。好，安尼咱敢会当来有要做伙读的人，甲我咱举手好无？我惊迄个有人想要参与，无参与着。我想点迄个，来，朱雄、阿英、迄个，敢是阿斗啊？我无确定，敢若是阿斗呢？你有要做伙读无？好，安尼我就先，安尼咱就照轮好无？我拄则阿斗我无确定，你可能敢方便讲话阿斗？好了，敢是有人跳迄个声音？哦，阿斗好，阿斗有要读吼，好，安尼咱可能咱来请来阿英，迄个朱雄、阿斗我，咱先即5个人，咱遮的朋友嘛拢是动车时做伙行靠单的朋友，咱做伙来读动车时2018年的咱做伙写这篇宣言，对。若是5个人轮选，有人要读会当举手，若无咱个自头个继续轮，然后紧安尼。好，安尼咱请来起鼓。好哦，好，新国家运动打倒宣言。咱台湾人原本想讲会使用选举来争做主人，但咱全民执政啊，敢有较蛇？咱掠准讲，中华民国国家机器，是咱咧换，咱煞无才调用，即个机器偷放咱家己，结果妄拖时间等死尔。全民执政是酒，咱酒醉啊。毋过，咱仰望的未来，离咱愈来愈远。全民执政还无够，咱爱全民建国。亲像第南阳所讲的，迄阵咱阁敢若咧推广倒来，稍等，对抗，sorry，对抗倒来即个中国尔。30年后，咱爱面对2个中国，建国是哪来哪食？切要好，好，安尼搁一段吼，中国占台湾占70东，70通东啊，互咱互相的信任放弃呀，互咱共同感，着这变质，用媒体拍歹咱的因为我手机啊小看慢自尊讲哪甲咱惯华人认同，要互咱用中国人目睭来看咱家己的过去。多谢来，安尼过来就换交英。火已经焦，毋过即场战争还袂煞。伫中国共和国下骹，咱有哪艰苦行艰苦，咱有哪艰苦行艰苦拼。毋过来到21世纪，
新的中国共和国当咧穿款看是要来甲咱搁吐打一道，昆达吞打一道。新的中国共和国对咱的威胁，毋若迄侵略掠，毋若迄侵略掠非，嗯毋若迄侵略掠非单名，因不时写准驶准驶飞机亲门大户，要宣布台湾是因的。逐位的庙啦、教会啦，定定搬买半烧送，定定半买半相送，咧招人去中国佚佗，街头巷尾中国的政治宣传满满是，电视直直放送因的节目，头摕咱的农业、渔业、农业、渔业技术保存送验着非洲低温病毒的猪肉来，才要迫害咱的产业。好，多谢阿英。多谢。安尼，祖雄，请。祖雄即摆敢会当讲话？敢有？敢看会着？是主持。有。祖雄，你的麦克敢有法度较近呢？还是祖雄即摆设备可能较无法度，安尼咱先人过，敢好？我想要来练，敢会使？好，安尼，迄个祖雄，多谢你等下，若是设备有调整好势，有要念则个讲一声，努力。好，安尼咱就换洪总听。我用手机啊吼，我一定要放较大声。这是无共形式的攻击，敢若一个总指挥中国，咱毋通为战争早就开始啊。民族国家在竞争的，我看，这个游戏无处退出，毋是算着毋是算，就是互人。毋是算，就是互人算。要算有一项基本的材料，就是建国。袂晓建国嘛，袂无国家。袂晓建国嘛，
未无国家，会是变做别国的奴才拿定。即世间现处事的规则是安尼，无爱互别国听食落腹，就是爱建国。搁有吼，韩国越南，读到当时读到对拢会用。安尼吼，我是无搁读一拍啦吼。韩国、越南，越南迄款国家意识是靠一代、搁一代、搁一代的坚持甲牺牲。历史伫练哦，你练就会。遮会这个这有罗马字吼，这会遐济这会遐知，在具体，在具体，遐具体。遐具体，遐天然哦。我念个遮落。多谢。真细字啦，真细字看。歹势，我有甲迄落档案看，我整理互大家当先看安尼。好安尼吼，多谢，因为我即摆无囥去网站，拢伫我电脑内底。多谢。好，安尼阿杜敢要煞接落去读。我开麦哦。哦，主上好啊你。好，安尼阿杜，我想主上读哦。好，主上请。好，安尼应该使吼。有，加真好，赞。若要叫咱牺牲甲坚持，咱心内爱有愿望甲愿望，咱毋知会甘愿，咱所望的未来生做啥款，咱爱选择。咱望人要做啥代，要甲啥人牵手，行人生路，拢免互为团主做动。咱望免剥削别人，就会当自我实现。咱望通成做骄纵的人，有才调为家己负责，有才调贡献即个世界。咱望一代一代刷一代，甲山海相活。咱望会当若继承达族群的传统，若甲别族斗阵，若望家己的代志，永远咱讲了准算。咱望用独立的身份来参加国际社会，用国家的力量点往世界，保护Formosa，用国民的生命甲利益。即马就是战争，咱闪袂离，咱莫阁看家己无目的，莫阁坐等别人来，莫阁坐等别人来甲咱救。咱爱勇敢选择，了后坚持。若是即个世界袂当互咱独立、自由、
幸福，咱就先改变这个世界，来，咱来成做世界的美丽岛。加好论的好。好，多谢主上。落尾阮写 slogan 是找找公义，父母萨建国，追求共和，国民幸福。这是阮多谢拄则做伙读的大家。这是阮2018年11月16发表的新国家运动打稿宣言。即摆翻头来看，嘛是另外一款滋味。内底咧写的阵有真侪物件，就到即摆咧看，犹原拢搁伫咧而且搁较近，比如讲战争，对。今仔日就想要甲大家分享到遮有一个翻头看迄个上尾，这就是阮对2016到2018用台语甲台文做台湾运动。阮其实毋是做台文运动，阮敢若是用台语甲台文咧做运动的时阵，阮经过甲感受到的代志。有一个我今仔日找的时阵无特别找着，毋过是有放伫迄个封面的图。有一个足实在的咧是阮当时是迄个阵咧抗议非洲猪瘟的时阵，中国一直放迄个有病猪来咱台湾嘛。毋过郭文哲哥咧办迄个双城论坛，甲迄个中国上海迄边咧交流。阮去抗议，后来我互掠去。因为因无要互我联络律师，我的手机也要无电啊。我伫遐发讲，敢有人会当甲我送迄个行动电源来？结果欢喜，伊看到我发的文，伊车顶拄好有行动电源，伊要甲我送来的时阵，伊伫警察局菲律警察听无，但菲律因为我无可能敢是因为台湾话，菲律就是无欢喜，落尾伊互伫警察局嘛是共款，又搁上三分局的涂骹。伊的手骨断去，这是迄个阵的电工的相片。重点毋是这件代志，重点是迄个阵当然就互送去开刀。开刀的阵，伊甲医生讲，我的手互插头讲断去。落尾讲完开刀了后，过来才是足长的法律定数。法律定数的时阵，就会去调当初时的病历笔录来看。结果法官讲，你讲你的手是警察甲你用断去，毋是啊？你病历医生写讲，你的手是互插头，是互棍仔讲断去。后壁对，因为老欢喜迄个阵甲医生讲，我的手互插头讲断去。毋过医生伊记做病人讲，伊的手互插头讲断去。对，就安尼，这是一个足实在的咧。阮用台湾话，行伫2014年了后的台湾街头，阮用阮的身躯体验的代志，用台语用台文，行到即马，今仔日就甲大家分享到遮，多谢一路行来大家努力，好看大家敢有要迄个。有要问问题是要开讲的，咱尽量到1点，因为我等一下歹势，我等一下有代志爱赶安尼。毋过大家嘛当留落来继续开讲安尼，有可能哪一个伫咧聊天主上是好，多谢大家。先甲我看群组9点开始，安尼敢若共款搁11点开始。我伫拢想讲是11点咧，我毋知。有，我看迄个洪忠遐个内底，Messenger 内底讲9点开始。9点是圣经读册会啦，白话是圣经读册会。9点。是哦，来，这是世界台语。这讲我无变了，这讲我11点到1点啦。咱迄个，咱后礼拜开始可咱的网站会小可变是。咱迄9点迄个未变啦，毋过11点迄个会可能爱改变一下。因为我要出我录音。搭伫迄个群组内底。嘿，你来即摆去迄个面册迄个群组看。面册迄个，迄个 Messenger 迄个嘛吼。
嘿，咱有两个军组嘛，哈，啊，你可能是我敢若一个尔咧。敢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即个敢若是看咯，我对，对啦世界台湾文化咯，迄个无毋对啊。对，啊，你新的网站会送去遐，后礼拜好啦，好开始了解了解，多谢啊。看到哪一环跟我是不是在讲诶？无啊，已经真久之前诶代志。顶世人哦，强要顶死人诶，嘿啊，咱感受到不回头。强要顶死人诶代志啊，吼。嘿啊，迄啊，身躯甲运动遐济代志，实在是，嘿，毋过嘛是还未完成诶，咱嘛是爱甲完成诶。嘿啊，对啊，对对，毋通误会讲我有啥物 PTSD 啦，其实因为我拢记无啥会调啊，这就是 PTSD 诶镜头啊，你毋知哦？我拢记无啥会调啊，啥碰伤了后无迄个记忆。啥物逐个做伙冤家相拍啊，我眯起来一个人啉酒啊，啥物我拢袂记啊。你秘伫车顶咧哭。对啊，诶，对。迄是足咸诶。朱雄敢有啥物要迄落诶交流诶？对啊，你去讲迄种啊？对啊，我毋知呢。倒一个，先我甲伊讲11月16，一个咋啦？就迄落啊，打到。诶，你刚刚那无去的无？我毋知呢，袂记啊。我无朱雄诶印象。刚刚啊，无啥物印象诶。你无印象就是无去啦。对，你若有去，绝对有印象诶。你有去，对，你有去，绝对会记你即工诶啦。对啦，毋过行过拢是过田。对啊，就趣味诶，就无行嘛，毋知嘛。哎呀，比起来，啥物红插头咧，还是红插头了，佫感觉无遐严重呢。你无互掠过。对啊，我无掠啦嘿，迄工是真看一伫网络看着啊，啥物人红掠，啥物人红掠，一红掠去安尼。嘿，啊结果伊原来拢无来找我，嘿。他注意一下不容易啊。先搞吼，是。掠去啊是请你啉咖啡还是创啥？啊，就是掠去压去啊！啊，阮每一个人保释金，交英敢要提供迄边，就是要甲阮压咧啊，因为阮去破产啊，迄个阵交英有翕到一张相，就阮就是每一个人爱交保释金才会当出来，啊，拢是5万8万，啊边啊共一个银幕，还是隔壁银幕诶，遐会食毒诶，拢毋免交保释金，直接帮你走。食到4万，食毒免钱。哦，食毒免钱。食毒免钱，毋过你4万就是上袂去啊。无啦，阮拢是5万8万安尼。对。啊，毋过迄阵足后悔诶，但迄个阵，因为阮拢互关伫内底，无法度参详，啊，事前嘛无想着爱先参详就好势。迄阵经验佫无侪，就是经验无伤侪，伤少，无想到遐。啊，外口诶友志拍拼咧替阮总钱，毋过阮根本就无应该出来啊。对，反正因嘛无为，伊是看伊是要甲阮关偌久。因为伊嘛袂当，对，阮嘛无啥物逃亡诶嫌疑啊，就行了，对。应该是迄阵应该是无垃圾嘛，应该会当出来。对，毋过因为外口就咱无事前参详好势。知影，逐个都紧张，外口有外人都紧张。救咱出来安尼。好，多谢阿英，我来看一下。你送去 Telegram 倒位啊？我看到。好，download。对，download。
我开一下 ，open with，大概会当看，迄个时阵，阮互交保，阮讲按交保的金额是5万啊、8万，毋过毒品的，就是直接放你暂时安尼，对，所以互大家参考。对，看你是倒一日毒，若是毒品的毒，直接放你走，中华民国放你走。若是台毒的毒，对，台毒的毒，请过来这个讲。这个对因来讲，这个较毒。是。好，安尼我想，今仔日咱就先到这，看能不能听敢有要讲后礼拜节目，互大家知。对，等者哈。好。咱后礼拜节目即马本地是大乐会，因遐说听无闲，人消袂出来。对对对。所以咧找人来要做节目啦，还佫找无人。是。所以较个同志，若有人要志愿呢，请我讲。所以即摆佫咧敲节目我用了会搭伫咱面册顶头。龙公他嘛想要请教讲，咱我先甲这录个好录影甲停起来，好无？我其实就是要请教讲，同台语甲台湾运动，甲其他的台湾运动合作。就比如无同个时代甲阶段，就有啥物款的形式，我无确定，对，过程。等者我先甲这停起来。